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喺周五嘅上午，世界盃分組賽 D 組末輪展開角逐，其中巴拉圭將喺舊金山灣區體育場迎戰澳洲。巴拉圭上輪贏波，而澳洲輸波，且前者係喺少踢一人嘅情況下拿下勝利，如此表現更難能可貴。今仗睇好表現頑強嘅巴拉圭再下一城。巴拉圭首戰以1-4慘負美國，出線前景一度暗淡。次輪面對土耳其，憑藉馬迪亞斯加拉沙開局閃擊打開紀錄，就使米基爾艾米朗半場結束前被罰紅牌出場，球隊少打一人亦守住勝果，最終1-0力克對手。目前分組同分規則優先計算對賽成績，其次比較淨勝球。澳洲現時淨勝球為0，領先巴拉圭2個，咁意味住巴拉圭今仗唯有全取3分，先能夠將出線命運握喺手中。有利嘅係巴拉圭近4次參加世界盃嘅分組賽末輪戰績為3勝1和，保持不敗，此等往績足夠令人信服。祖利奧恩斯素本屆賽事已貢獻咗2次嘅助攻，有望成為自2002年波力克後首位喺世界盃分組賽3輪都勝出助攻嘅球員。澳洲目前1勝1負，位列分組第2，出線處境睇似樂觀，就算末輪落敗，仍有機會憑藉成績最好嘅8個分組第3之一晉級32強。今仗只需收穫1分，就能夠連續2屆闖入淘汰賽。保羅奧干安斯拿本屆賽事累計61次傳球，創造2次得分機會，2項數據均冠絕全隊。首戰面對土耳其更迅速1次嘅助攻，係球隊進攻體系嘅核心樞紐。只不過球隊今仗面對破釜沉舟嘅巴拉圭，帶住打和則可以出線嘅心態，澳洲戰意有限，想要順利攞分並非易事。多謝收聽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啊！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